台语文千万字，特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这几日有网络新闻讲到日本中期挖进变成的鸟，尾流拢是短短，或者是弯翘，或做麒麟尾。也不过日本人认为讲这是代表幸福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麒麟的麒，读过一麒第5条。台语字典解说麒是一款野兽，也就是麒麟。麒麟是一款传说中的神兽，形亲像是鹿仔，头壳顶有角，尾流亲像牛有马蹄，若较接偏有5彩的毛，巴肚的毛是黄色，公的叫做麒，母的叫做麟，叫做麒麟。麒麟个性温和，袂伤人，嘛袂去食精生啊，袂吞大花草，互人学到是忍受。若是会当看到麒麟，代表这是一个好兆头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，拢是咱生活中较常讲会到有关麒麟的词。头一个是麒麟鹿，也就是咱咧讲的长颔鹿，嘛有人讲是长头鹿啊。第二个词读做爬麒麟，也就是爬车轮、爬练斗、车本斗，也阁有车练斗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囡仔伫咧大门园看到麒麟鹿，欢喜甲跳起来爬麒麟，看会出来足跳鹿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麒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